早晨，十字牌早餐。今日我哋繼續睇詩篇第20篇嘅。願耶和華在你遭難的日子應允你，願名為雅各神的高舉你，願他從聖所救助你，從錫安堅固你，紀念你的一切貢獻，悅納你的燔祭，將你心所願的賜給你，成就你的一切謀算。我們要因你的救恩誇勝，要奉我們神的名豎立升旗，願耶和華成就你一切所求的。現在我知道耶和華救護他的受膏者，必從他的聖天上應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護他。有人靠車，有人靠馬，但我們要提到耶和華我們神的名。他們都屈膝仆倒，我們卻起來立得正直。求耶和華施行拯救，我們呼求的時候，願王應允我們。好，經文咧就睇到呢度，我哋去到經文嘅一半啦，可以話。咁咧就去到第6節嘅，係啦。咁第6節嘅獨特有幾件事啦。首先就係而家我知道啦，現在我知道咧就係一個特別嘅寫法，即係一個我哋叫做先知式嘅知道，即係件事未發生，但係我知道咗。咁嗰個方式咧，即係叫做prophet 啊嘛 ，prophetic perfect。喺嘅先知角度嚟講，件事已經完成咗；喺世人嘅角度，件事未完成。係啦，咁即係嗰個預言必然發生啦。咁而家我哋知道咧，神係必定會救佢個受膏者，保護佢個受膏者。咁呢個受膏者喺古代裏邊，以色列裏邊當然係講緊彌賽亞啦，或者個君王啦，係一個聖靈充滿嘅皇室嘅領袖啦。佢如果用耶穌基督嘅角度，就係佢終極地會去審判呢個地上面嘅所有嘅國家。咁如果用大衛，我哋容易理解啦，因為以色列係當時可以建立嗰個王國啊嘛，咁即係打敗晒身邊附近㗎啦。即係神咧就可以話係佢企喺神嗰邊啦，咁咧就做到呢樣嘢啦。同時間亦都有一個呢度幾重要嘅一個天子嘅觀念啊，即係呢個受膏者好似神嘅兒子一樣，咁啊好似中國人講嗰種天子。所以我哋睇馬可福音嘅時候嘅神的兒子耶穌基督係咪？一開始就係咁樣講。雖然佢最後即係過程當中不斷隱藏自己嘅身份，但係其實就係講緊神嘅兒子，就佢個角色嘅獨特性就係僕人嚟嘅喎，係嘛？一路 serve 啲人，一路隱藏自己，即係理論上係要俾人 serve，俾人哋去服侍，但係其實佢不斷服侍人。人子來不是要受別人嘅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啊嘛。呢個就係即係想門徒去仿效耶穌基督嘅行事為人係應該點樣做。所以喺服侍嘅時候，亦都帶住啲人去睇住佢點樣服侍其他人，去好似門徒即係所謂嘅學徒咁近埋身就學嘢學師啦。我哋中文就所講。咁呢一段當然同翻我哋嘅詩篇第2篇好似啦。世上嘅君王為什麼叛逆神啊嘛，係咪？跟住神就喺天上面嗤笑佢哋。咁而家第6節都有必從他的聖天上應允他，用右手能力救護他。咁即係神嘅直接回應咧，就係從天而降嘅。咁亦都係講緊佢用佢嘅右手去代表強大啦、有能力啦，係啦。咁呢個好直接嘅應許就係、是，當我哋呼求嘅時候咧，神會答應啦，必從應允，係啦。咁呢個係非常之好嘅一個應許啊，對於我哋。咁第7節就特別啦，有人靠車，有人靠馬。其實以色列人尤其是對住當時即係可能比較巴閉啲嘅就係非利士人啦，佢哋都係以戰車出名啊，即係馬車。即係我哋想象裏邊有轆，有隻馬，咁啊帶住個車，個車身後面有啲人，係啦，咁樣嘅方式去做戰鬥嘅。咁你諗下，哇咁樣衝埋嚟，你手無寸鐵咁樣諗住肉搏，梗係唔夠人砌㗎啦。咁但係佢就講緊
有人靠車，有人靠馬。以色列喺咩年代都有靠車靠馬咧？有㗎，所羅門嘅年代靠車靠馬，即係啲車馬係勁過其他人。所以當個焦點係車馬咧，咁大家鬥車馬咯，小車馬就覺得會打輸俾人啦，就覺得實際上唔會完全係用眼前見到嘅武力去判斷或者預計個戰果啦。咁而家就唔係咁樣嘅意思，而家係調翻轉啦。我哋個 focus 就係咩咧？唔係講有幾多兵，有幾多軍備，係講緊我哋要講我哋替我哋神嘅名啊！咁呢度一定有 recall 翻第一節啦，係咪？願名為雅各神的高舉你。如果大家記得個原文釋經就係願，即係為雅各神呢個名，即係願雅各嘅神呢個名高舉你啊嘛，係啦。咁而家就 recall 翻我哋要提到神個名啊，係啦，咁先至呼應得貼切啦。咁最後個效果當然就係佢哋瞓喺度，我哋企喺度啦。呢個諗起一代宗師係咪？功夫兩個字一橫一直啊嘛。最後咧就係最後嘅一個祈求啦。咁啊回應翻之前啊，因為呢個事先知道嗰個係先知識知道神會拯救，而家係最終一個結論啦。conclusion 就係咁，我哋知道神會救。咁而家應該做咩？就係求神去施行拯救，作為一個回應。咁啊，亦翻到去成個詩篇嘅主題就係勝利，一個戰爭嘅勝利喺以色列文化裏邊包含咗神嘅拯救喺當中。冇人嘅純粹人力上面嘅戰勝，只有神嘅配合先有能夠戰勝，或者神嘅主張先能夠戰勝。咁我哋一齊禱告，最感謝你俾我哋都睇翻除咗現代嘅勢力啊。軍備，我哋真正要聚焦嘅係喺神度。當然我哋可能會話呢個係心靈上屬靈嘅爭戰，但係同時間亦都係現實裏邊，神係徹底喺現實裏邊掌權。呢個係我哋心所盼望，讓我哋咧對耶穌基督嘅再來有盼望，可以即係蓋過呢個世界上所有嘅權力。我哋多謝你，現在禱告奉主耶穌名字求。